台南金华府举办的水保祝福社会公益活动，伫新生里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有糜烂时尚发型进行义剪，同时也有社区团体带来精彩的表演，场面相当热烈。我们金华府办理110年度寒冬送暖的送红包的活动就是有很多厂商来赞助参加。最大额的是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的许贝威先生，他个人捐赠130万其他还有一些喜事中心会环益城电子书，还有正九食品等有9家公司来赞助这个活动，总共捐献金额已经超过140万。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啦吼，阮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0档每一次的活动拢会当帮助到真侪给收入好的朋友帮助伫过年的时间度过着暂时的困难。我想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嘛真欢喜啦吼，会当来到阮新营里新社区来举办着这个遮尔有意义的活动，真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阵来相甲参与。今年的活动扩大办理，关键区也包含中西区、南区、东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710户加收入户，每一户1500块。另外，关键9个社福团体以及37区中正儿童奖学金，这些社福团体区长以及民代拢到场致敬感谢状，并表达感谢。市长恩伟体也亲自到场来感谢金华府的爱心。看到咱遮侪好朋友，其实拢做伙出来来帮助咱需要帮助的时代。这点我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甲大家说多谢吼，多谢大家的用心来教会咱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今天呢，透过我们主办单位金华府这边，我们就是跟大家互动，而且也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我想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当然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大家互相关心，我想这样的社会会更加的温馨好，非常感谢咱的金华咱的金华府办这个活动非常意义。岁末寒冬，我们需要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给照顾到。那也很感谢咱所有的我们的赞助的单位，还有我们今天的义剪，我相信都是非常的完善，非常完美。延续公益活动，金华府同时办理关怀活动，鼓励大家来关怀。关怀中心除了感谢金华府之外，也讲到这场活动关怀数量比平常更加多。那这一次他知道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呢非常的短缺，所以他们特别的加码，这次还准备了全年礼券跟面线来回馈给捐血人。这个捐血点呢，它平日呢只有50几个人来捐吼，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是坐满的人，我们预估今天可以超过200袋以上的热血。金华府长期照顾关心弱势族群，是在地重要的信用中心，希望这个活动发挥社会福利团结精神，帮助更较侪弱势民众。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